2009年，第2季《粤女争锋》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华丽登台。我是粤剧演员吴素菲，我是粤剧演员盛舒阳、樊婷婷、王柔桑、辛雅琪、李诗丹、郭倩云、单航航。第2季我觉得跟第1季最大的区别就是搭档的龙凤配的形式，它当中的一些活动的方式非常的新奇，对个人的体能、体力、智力各方面都是其实一个很大的挑战和锻炼。他们用青春点亮舞台，他们用专业演绎经典，也是他们用信念坚守传承。那段时光是非常值得回忆、非常宝贵的。从这个平台，让更多的观众认识了我们这批青年演员，是一次勇敢刺激的冒险经历。让我们回到那年盛夏，感受粤剧正青春。
丈夫他有虽好言不正经好，且拦阻度假嫖。我是好言相劝有爱句啊，他是劝得昨天不相要。我是当老牙齿往土里，夜夜流泪到不消。这一情我都承受了啊，才想到他有才为民把鸦片啊烧，谁知道长中中后生，黎明中他将我抛。公公一亲，名贵英啊！婆婆当妈跟兄弟啊！他骂我是少走心，带来了晦气，带来了药，可夫，可自身啊！可光了仙家，谁难逃？我想为兵在府上飘，像荒草在田野上。我是一时了志往无里跳，半路上碰到了一样东西，换了一跤。原来是个年轻人，他蜷缩在地是昏倒。只见他草木金碧口吐沫，浑身穿得牙齿咬。我上前用力去摸他，他连连拒绝把头摇。他频道几次想心思，可怜他连爬到我的力气也没有了。霎时间，同病相怜的感觉有算生啊，一时难言。18情到8年，在心中摇。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我岂能见死不救将他抛？我下去有了心里雨，我手串串抖抖，深恩出双手将他抛。亲生，我的亲生，我为他烧汤烧水熬草芽，我为他缝衣缝裤缝汗毛，我为他铺上铺被铺面床，我为他洗手洗脸擦背腰。他终于天天好起来，背影头里终于
阳光啊照，他面色变红了，万两变大了，叹息变少了，笑声变多了，他口口声声叽叽叫。叫得我心里扑通比比跳。从你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从你
才来迎接夫人。夫人，哪个夫人？还能有谁？就是你呀！我管呀！哎，乡愁宝马早已停在门外，夫人请啊！乡愁宝夫马人请啊！ 2009年，第2季《粤女争锋》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华丽登台。我是粤剧演员吴素菲，我是粤剧演员盛舒阳、樊婷婷、王柔桑、辛雅琪、李诗丹、郭倩云、单航航。第2季我觉得跟第1季最大的区别就是搭档的龙凤配的形式。它当中的一些活动的方式非常的新奇。 对个人的体能、体力、智力各方面都是其实一个很大的挑战和锻炼。他们用青春点亮舞台，他们用专业演绎经典，也是他们用信念坚守传承。那段时光是非常值得回忆、非常宝贵的。从这个平台，让更多的观众认识了我们这批青年演员，是一次勇敢刺激的冒险经历。 让我们回到那年盛夏，感受粤剧正青春。小小路漫漫，送去赴死层层
之事，所有不做，都要早去早还。我房里宁可行中，唯有苦苦等待的亲娘子。此去咋能有曾经？定当接你去边境，娘子探访宽心等，秋风归自报家营。自以汴梁繁华地，君心情分深沉。这是我家父一本药传才，举手成君身边人，皇齐心坚贞是必有元帅郎君到磐山。身怪娘子无你，枉亏此辛苦待天兰子慢走，兰子慢走，来。送亲，送亲，你醒一醒，醒一醒呐！兰子去，你慢运走。兰子回来了，兰子在你身边。兰子，你回来就好啊！我有话与你说，原有。昨夜晚我也曾为你苦哀绝，我是无法将你选。兰子啊，我总有言语千万句，在家中要想吐露难开口。兰子啊，我特地过来送甜你，你却是这一要银不肯
去怕母亲多看呀看，可惜恩义团结，夫妻情分也过远。你和我今宵离别呀，我你此生永不再去世。男子哪个要你来送别？谁人要你来送远约？你是恰临盘高门少女，一去我男子是无法与你结乱安存。你我夫妻情分厚，千秋万代永不朽。说什么临盘高门成家儿，恰叫其用来伴绝。我与你结发同舟云集，望仙同为约。从今真人将你等，男子啊，你早晚家莫但愿，无论是何须等我也内归家中，就娘亲将你生。男子啊，倘啥此事不成就，我从轻平将一死来相赠。从亲啊，你不须为我做马女，祸水从水不能根。男子啊，凡事先由我承受，娘亲与你无大仇。娘亲心肠我看透，此番成了她姐妹，已经我已成了家，你何况把罗莽配？我母子恨你蒙了血，你姑嫂情门外一绝。男子你不念某些年当初，你谈年和我年老没年幼。男子你一中分，一中为家将我生。我你心思里手同他谁？
遥遥相距千万里，一切是与我的心两相闻。可叹我家曾艰苦多少，怎地了车水心我平情皇帝，这位相公，你把我抱得太紧了，我也是太不过气了。我以为我上年观看在主席许多的新闻里面上真情他里廉价提醒，我这里慌了心神。他那里虽得过境，我这里真特身。眼睛看着他眼睛，恰遇见我光衰阳，要做上神。莫名的心害怕，莫名的尊敬敬，莫名的喜欢他，莫名的气不均，有的真特偏到今呀呀，真是几世2009年，第2季《粤女争锋》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华丽登台。我是粤剧演员吴素菲，我是粤剧演员盛舒阳、樊婷婷、王柔桑、辛雅琪、李诗丹、郭倩云、单航航。第二季我觉得跟第1季最大的区别就是搭档的龙凤配的形式。它当中的一些活动的方式非常的新奇。对个人的体能、体力、智力各方面都是其实一个很大的挑战和锻炼。他们用青春点亮舞台，他们用专业演绎经典，也是他们用信念坚守传承。那段时光是非常值得回忆、非常宝贵的。从这个平台，让更多的观众认识了我们这批青年演员，是一次勇敢刺激的冒险经历。让我们回到那年盛夏，感受粤剧正青春。叫我
世间，你我兄弟相称。今日我给陈言的万事世间，我方该称兄妹。哎，应得应妹。情绪美，你兄我今生旧情两兄一套绝美三一红，虽是小妹子。应得今生复放，两兄，哎，是应得为家遗恨。弟弟主子已将我许配马家了。马家，马太岁之子，马分应得，想瞧你在长亭子做媒，你上到家中与姑小聚美，既说九妹就是你，你为何又许马分罪？两兄啊，难道你小妹心意藏不知？我情愿嫁与马分财，真乃是弟弟见了妇女心，不肯把马嫁。
说家庭上说起来，贫乏就是肉酸菜，难道不能夫妻配？肉粉的肉酸菜，富的本应曾上担。妻子你始终父曾当他是贫美，总算是夫人当他是贫美，梁山伯定要娶你。我一生的思索做了为做一笔梦记在温柔情，曾经。